神的信息，超我的约定，咱遮做牧师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牧师想要甲恁分享一个我一生伫上帝得到祝福的回想。也嘛，望今仔日即个题目甲即个邀请，会当互兄弟姊妹咱一生在座每一个人，拢活伫上帝信息的稳定的中间。要感谢圣我对今仔日用祈祷的心来吟即条诗歌，愿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互咱的教会成做一间活伫上帝信息稳定的中间。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已经强读你的话，我要通过你的话来回想、来感恩、来决志。我要通过你的话，搁一解来建立阮的信心。因为你是上帝，你是阮的主，你伫众人的中间特别拣选阮。阮的回想讲，阮有心中的条件会通互上帝你拣选。今仔日的圣经对阮来讲是一个提醒。阮受拣选是因为上帝你疼阮，你愿阮伫列国的中间来成做你的荣耀的见证，他有归荣光天俾上帝你。我要伫你的面前恳求上帝，你互来到你施恩造成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特别伫阮教会这少年囡仔，互因看到士大人的脚迹，互因看到士大人对上帝信仰的态度。阮教会才着一个甲上帝信息的应允同行的家庭甲教会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，你的圣神伫阮中间来帮助阮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今仔咱所共读的旧约的圣经记载伫申命记。申命记是一本咧写上帝甲伊的子儿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申命即个意思，就是上帝将伊的命令讲互伊的百姓听。所以申命记的意思，就是上帝甲伊所听的百姓立约。约束的话，伊讲：既然听我搁守我的诫命的人，我要听伊的子孙到万代。意思就是到永永远远。因为人类的文明的历史到今也无法度写万代的历史。人类有两种的历史，一种是有文字的记载，一种是无文字的记载。人类通常是把历史当作对有文字开始的记载，伊叫做人类的历史。历史咱中文写历史，英语叫做 history。history 的意思读做两段，前段就是 hard story。history 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故事。神的想法是安尼，人是活伫上帝的管理，人也是活伫上帝应允，人也是靠着上帝信息来活出喜乐的画面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日的申命记第7章第60到第90，特别对咱德堂教会来讲真重要。伊讲上帝敬恁，毋是因为恁是一个大家族。上帝敬恁，毋是因为恁真有才情；上帝敬恁，毋是因为恁真好业。上帝伫中东这个地区拣选恁，是因为恁犹太人是所有阿拉伯地区中间上少人的，佮做奴才。上帝拣选德堂教会的条件嘛是安尼。上帝拣选愚公的，互智慧人见笑；上帝拣选软弱人，互勇壮的人见笑。上帝要互人看见，伫上帝伊的手中的画面，受无限的稳定、甲永远、甲祝福。上帝拣选德堂教会有足奇妙的故事。上帝互我到晚年有这个福气，邀过会当伫恁的中间继续做恁的牧师，甲恁做伙同工。因为咱的教会也有真侪工作，其实还没有完成，硬体大概完成，但是信仰、甲品格、甲观念是永远无停止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伙伫这间教会，做伙学习，做伙决志，
上帝祝福咱。离开新人院的时，我有甲上帝立约，一部分的立约事，我有讲互咱听。咱中间有一个兄弟问我讲：牧师，你敢会记得你伫阮中间你上任的事？你的上任事你讲啥？兄弟，我要甲伊讲，是我也会记得。我伫上帝面前，迄日穿牧师服第一摆，徛伫讲台顶悬，我的就任事是安尼讲，因为我知影有的代志我会当做，有的代志我无一定会当做，所以我甲上帝、甲众人兄弟姊妹，恁中间多数的人，一部分的人，无听到我的就任事，我甲上帝答应讲。上帝伫你甲我兄弟姊妹面前，我答应，我毋敢保证我会当做一个成功的牧师，我嘛毋敢答应讲我所做的事工拢一定有效果。但是上帝，我伫你的面前，我答应，我一定信实、尽心尽性，伫你所教我的工作顶悬，信实来做你所教我的工作。像这嘛，也有一部分我无甲恁答应，因为迄是我甲上帝立约，就是除了得等教会兄弟姊妹以外，伫上帝羊群中间，也有一部分的羊群，伊无伫这个所在做礼拜，所以我甲上帝讨讲，主若会当，互我嘛会当陪伴一寡少年的牧师甲传道师。迄是为什么牧师有答应，啊嘛拨一寡时间伫神学院内底检课。顶个月有一个神学讲座，当然神学院院长邀请我做这个讲道，这个讲座的讲员，伊互我一个题目，就是鼓励少年的牧师伫因牧会中间拄着困难的时阵，来鼓励因。这拄甲3-4年前好消息频道捌来咱教会做一个短片，伊想要做一个节目，就是找台湾长期踮伫一间教会无移动小教会的牧师，因的故事。我毋是头一个，伫台湾有真侪一世人伫一间教会，有人误会讲曾牧师甲陈牧师是大概是上少。啊，佮住上久的，我甲恁报告，毋是。台湾包括我的学长，伫东部有黄连成牧师，有陈博志牧师，伊拢是一世人伫神学院毕业，就一间教会到结束。TVBS 好消息频道，毋是 TVBS， 伊有一个好奇讲，为什么多数伫庄脚小教会住久的牧师，拢是长老教会的牧师？伊通过别人的介绍，伊来找得等教会。啊，伫最后一个结论，伊问我讲：牧师伫这个节目最后，你敢会当甲遐个伫世间教会的少年的牧师，甲因分享讲几句话？我伫最后的时，忽然心中有感动，我甲因讲一句：你配得。上帝将你放伫一间小教会，互你孤单，你感觉软弱，迄是因为上帝知影你会堪得忍受这种的孤单甲困难。即个讲座中间，我有4个讲座，迄个题目最主要就是咧讲起伫疫情过后，教会流失会有。教会要安怎个重新来开始？有演讲，有分享。有一个少年的传道师问我讲：牧师，我即摆所接的工作是陪伴2间强要关起来的教会，伫山区拢足老的。牧师，我会当安怎做？我讲，你着尽心去做。虽然你的回忆拢真老，但是你该当做你的阿嬷，
你就陪伴伊。你免烦恼，教会将来是袂成长，伊是会毋是变做更较水、更较奉献、更较好行。你就代替上帝陪伴即间年老的阿公阿嬷。伫我咧准备即个分享的演讲的过程顶端，其实上帝互我回想到，德仁教会其实毋是干那4年的疫情。我甲恁做伙的时间，其实整个拢是一个疫情。我要讲几个小故事，因为这个故事是真有价值的故事。因为伫咧甲这个牧师甲新学生分享，这个传道书分享的时，我想到德仁教会过去伫上帝信息的稳定中间所行过来37年，心中有真侪无限的感谢。我知影讲，伫过去37年有真侪事工，其实拢毋是我家己设计出来。我讲两个故事，恁就知影讲，上帝真正很奇妙。我来到德仁教会1988年，我读2本1988年的册，这2本册对我有足大的影响。1988年台湾出一本新的册，是一个《时报周刊》的记者伊所写的。迄本的册名叫做《台湾农村的黄昏》，伊的意思就是咧讲起台湾的农业已经没有将来，因为台湾工业化了后蓬勃发展，庄脚的囡仔拢爱去都市、去工业区，这我都挖落去。这本册叫做《台湾农村的黄昏》，1988年。搁另外一本册，伊的名叫做《摩根传》，迄个作者更较奇妙，伊就是咱德仁教会的人，恁拢高数人毋捌伊。伊的名叫做詹正义，将长老捌啊，詹正义牧师，因为伊的会甲张牧师甲长老共差不多迄个年代。伊是伫大学的时候破病，后来受伤。全身瘫痪。我听过长老咧讲起，当时因伫青年团契，真侪时阵，这个青年无法度出去方便，所以因都爱用迄个3轮车，啊，甲伊载对教会去到高地厝，啊，佮佮载来再出去。后来，这个人竟然做博士，做神学博士，伊写一本册，也是伫1988年。这2本册对我来讲，起初我有得到帮助，但是我无想到讲，原来上帝就是一个信实的上帝。我要用这个故事来甲兄弟姊妹讲，上帝伫正教会讲信实的话，做信实的带领。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会用这个故事影响我，上帝无理由无用这个故事影响恁，恁同意吗？恁愿意互这个上帝做恁信实的上帝吗？恁愿意你的一生是经历着伊伫信实的中间的应允吗？信实的原文圣经叫做阿门，信实的原文叫做阿门，阿门就是真的啦，实实在在，不说假话。台湾话讲较粗鲁，讲无好笑的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。咱伫这个故事中间，咱看到上帝怎样安尼做。所以今日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毋是干那相信，干那听，你也甲上帝伸手，讲上帝互我。我毋是干那听到牧师讲这个故事，啊，听到圣经的故事，听到牧师的故事，但是永远毋是我的故事。兄弟姊妹，特别少年囡仔，你若愿意甲上帝立约，你的生命会改变。因为我来到德仁教会的故事是对1977年开始，毋是1988年。1977年我大学1年的时，我为着我头用的前途不满，我做一个选择改变的祈祷。我伫我的学校的图书馆外口，我甲上帝坐伫遐，我甲上帝讲：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将我的一生交给你。
牧师甲恁讲，人毋是因为读册来伟大，读册当然真重要，但是人生有真多无共款的路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教会的囡仔，是一个知影通甲上帝立约，因为上帝是一个信实的神。伊若讲阿门，就没有不是阿门。所以保罗讲，所有应允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拢是 yes。所有上帝所讲出来的话，拢是阿门，拢是信心。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真足，咱认真。无论咱的年纪怎样，安尼甲上帝立约，也要来得及。因为阿伯拉罕甲上帝立约的时阵，是已经到中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阿伯拉罕伫圣经中间受人尊敬，是因为后来伊的子孙讲一句话，毋是写伫摩西五经，是写伫罗马书。保罗讲什么？阿伯拉罕伫无仰望的时阵，犹阁因为信心，伊仰望迄个看袂到的上帝。所听的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所听到的毋是白纸黑字，咱所听到的是上帝的声。伊讲我经历，毋是因为你的才情，毋是因为你的学历，毋是因为你的社会地位，毋是因为你真漂泊，是因为我听你。所听的姊妹，你相信吗？你愿意接受这种的立约吗？兄弟姊妹，这种的应允是通相信的，这是我一生的见证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上帝用真奇妙的话甲咱讲话，所以伫这个4讲的演讲的中间，我甲这是传道书甲这年轻的牧师分享一项，我讲不要看清土法炼钢。因为土法炼钢上奇妙的代志，就是圣灵的感动。有真侪时阵，咱感觉讲我是一个直觉啊，我就想要安尼做啊，所以我就安尼做啊，这叫做土法炼钢，对吧？无智慧，无策略，无计划，啥拢无啊，头壳累累的啊，行落去啊。我甲这少年传道师讲，如果你跟神的关系能够亲密，土法炼钢都会变成神学。土法炼钢都会变成神学，但是我的结论，这两个故事的结论，就是要甲咱讲起。一个最出名的神学家叫做卡尔巴特，伊伫19年老中间写2句话，一项叫做仰望的神学，伫无仰望的时阵要个仰望。第二，伊讲危机的神学，相对常常拢是伫人软弱、伫危险、伫欠缺、伫压力的中间，上帝讲话。伊讲危机的神学，就是上帝伫人的艰难的时阵，甲伊讲信息的话，啊，然后人因为这个信息的话，就采取了伊人生信仰的选择甲行动，有重要无？所以呢，你知嘛？咱的一生最要紧就是选择。咱若选择对上帝，咱若选择甲伊做立约。这本册互我看到时，有啥物意义？我袂记得这本册的内容，这本册还搁伫我的书架之上。但是这本册的图甲伊的册名，上帝互我问一句话：得等教会是面对黄昏，门没关起来，还是顶好？伫这个跨年的祷告会要挺好，新年的来到跟日出，了解？生生不息180度，黄昏是代表结束，日出是一摆开始。在心中上头有一个感动，讲为着明天的日出做好准备。兄弟姊妹，不是牧师真有智慧，不是。我讲这个故事最要紧的理由是要跟兄弟姊妹分享讲，当你感觉无仰望的时候，当你感觉黑暗来临的时候，当你感觉黄昏的时候，请你会记，上帝捌甲恁的牧师讲过，为了明天的日出做好预备。我嘛要甲咱讲，有准备的人，伊照我到伫迄个
机会来的时阵，有法度做代志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互恁知影，上帝无伫即间教会缺席过，上帝嘛无伫即间教会沉默过。所以我无要做沉默的牧师。我有甲恁讲，有一个牧师，伊决定送伊的会友一个手环，有无？你会记迄手环写啥？不要抱怨。我讲无，伊的牧师就会鼓励伊的会友安尼，我谁也袂晓鼓励我的会友，毋通卖怨，怨东怨西。你若看了看袂过，你就家己去做嘛，带头做嘛，认真做嘛，代志就改变了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毋是一个缺席跟沉默的神，上帝是信实。愿咱伫即个故事的顶，愿咱知影，牧师毋是毋捌咧想讲要离开德堂。我坦白甲恁讲，伫德堂即几年中间，我第一摆想着要离开，是大概将近4-5年。上帝啊，即间教会什么时阵才会当到有60人做礼拜？什么时阵才会当有100人做礼拜？上帝若拢差不多20-30个啊，阮的教会拢永远压迫遮尔大。哦，主啊，我可能会食忧郁症的药啊，我可能会挡袂掉。上帝若是到我年老腰阁是爱安尼，拜托上帝，你互我有机会通离开啊！牧师甲恁讲，牧师嘛有小信心无够的时阵。我第一摆的品鉴所读到第2本册，就是1988年詹正基牧师。迄个时阵我抑阁毋捌伊。坦白讲，即个人我是讲听过john长老所讲的描述。后来伊捌甲我敲电话，伫美国中间我嘛捌联络过。伊写一本册对我有足大的帮助。伊咧讲起一个牧师叫做摩根，即个牧师后来影响英语世界足重要的影响的人。即个人无足悬的学历，无啥读神学院的教育，但是即个人写60本解说圣经的册，所以人来讲，伊就是一个圣经释义王子，就是咧解说圣经分帖。开帖解说圣经的一个真要紧的牧师，伊的时代都是启蒙运动，都是人本主义，都是全世界在追求一种自由逃跑。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第一个时代，伊非常认真，但是伊拄着伊的生命的瓶颈，拄啊，甲我拄着同款。伊讲上帝，我讲道连我家己都袂当受感动，啊！我徛伫讲台顶是足艰苦的，因为我讲的话袂输对空气咧拍拳，我家己都无满足，我家己都无讲到，啊！我伫遐那像着戆戆啊咧骗兄弟姊妹讲，即个西瓜足甜啊！伊讲主啊，怜悯我，互我莫阁做迄种戴着面具的牧师，徛伫讲台顶悬。来度过那30分钟很难熬的时间。伊甲上帝讲：“你若无要互我走，上帝你爱帮助我改变。”这个祈祷有效无？伊祈祷了后，上帝有一个感动，因为伊是神学院的老师咧教神学，所以将伊拄出册房的册，所有的册伫个册顶的，伫个乱七八糟册，所有的册拢甲归位。然后，伊出去书房，基督教书房，买一本全新的圣经，毋捌读过，毋捌做记号，一本全新的圣经。伊买倒来了，跪伫伊的书房，做2项代志：重新读圣经，跪落来祈祷。伊的故事就是安尼。上帝甲我讲，伊会当安尼改变，你嘛会当安尼改变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圣经的故事拢是安尼啦。伊有拄着上帝，你嘛当拄着上帝。上帝若是对伊信实，上帝无理由无对咱信实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每一摆做礼拜，拢都要回到上帝的身边，互上帝甲你笑，互上帝甲你听，互上帝甲你讲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这个牧师叫做摩根牧师，
这个人伫影响美国甲英国非常大，因为伊正做英国的足要紧的一间礼拜堂，叫做 Westminster Abbey， 就是伫伦敦大本钟边仔迄间英国国王咧做礼拜的西敏寺。伊伫这间教会讲道将近30年，上帝互伊目睭拍开，上帝圣神充满，互伊的讲道影响人，互伊享受讲道。所听的姊妹，你若感觉袂满足，牧师有甲恁讲，我对头一日徛伫这个所在，我就知影，我无一定会当满足咱逐项的需要，但是我会尽我的力量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实事实信，咱的上帝绝对信实。圣经讲，人甲人中间检查，会有无信用，会有做袂到的所在，但是咱的上帝是绝对信实的上帝。兄弟，你相信吗？我咱今仔日个礼拜，我的结论就是讲，我到66岁才读有这个人的物件，因为伊写迄本的福音的神学，对我伫神学院就对我这本册读不下3次以上。伊咧讲我有时出国旅游，我还阁带这本册来读。伊咧讲起人所讲地位的话，叫做人的神学。但是人的神学不能够跟神的神学画上等号。讲道无一定是上帝的话，所以讲道者爱公公正正，神学家爱公公正正，因为你不是讲人的话。而且，恁伫这个世间要听的话，嘛不是人的话，是上帝的话。你若真正有对心中甲上帝讨讲，信息的上帝，听我祈祷，我将我的性命交予你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绝对无辜负你的人生，无论你今麦处境是怎样。这就是卡巴的伊所讲的福音的神学。人的智慧无代表真理。伫礼拜堂中间所读的圣经、解说的圣经，嘛无一定是照上帝的心意解说。所以今仔日的教会有问题。伊讲人伫问题中间最重要，就是承认自己的危机，然后伫危机的中间安静的聆听上帝的话。所以最后的伊写一个叫做危机的神学。危机的神学就是讲，人伫艰难的中间所拄着，伊安静对上帝的嘴听到答案。我37年从来毋捌听到上帝出声，亲像伫山头甲摩西讲话。但是上帝讲，你较钝呢，自从你来得堂，你读过几本册，不是偶然，是我拍开放伫你的面前，我用安尼对你讲话。1988年的教会，主堂教会是在黄昏。1988年的教会是人所全中华中会上少人的教会，但是上帝通过中会帮助，互这间教会有一个机会，重新聘传道师，甲传道师做伙，同心来改变这间教会。今仔圣经申命记，伊讲。上帝经历不是因为你是阿拉伯这个地区中间人上济的一个族群，台湾甲中国比当然袂比咧，一个是选少，一个是啥主牌，较大地都无选少的价值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讲。主啊，求你对我讲话，互我伫艰难的中间有信用的主张，互我有做决定的能力，
这就是靠爸就同我讲，我讲我到66岁，才听到伊讲的话袂赴啊啦。但是我还未听到伊所讲的话时阵，上帝已经甲我讲，摕起来读，读迄个《摩根传》。上帝甲我讲，你就照着做。兄弟姊妹，咱这礼拜牧师甲恁讲的话，我指着上帝说，我是真心对你们讲圣经的话。亲爱的姊妹，这是我对保罗所学的话。保罗讲，我伫恁的面前所讲的话，没有似是而非，就是模棱两可，又果是黑，又果是白，蓝做伙。上帝的话是没有似是而非的。求天父上帝帮咱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谦卑诚真讲，上帝你的意念悬过我的意念，上帝你的道路悬过我的道路，上帝的念头悬过咱的念头。牧师甲恁同款，拢是平凡的人。咱的教会是圣经所讲的，上帝拣选咱是因为咱是少数，免得咱有一日骄傲。上帝用少数的教会来鼓励少数的人。伫这个神学讲座的时，这个同学伊带着那种很难过的眼神，伊问出迄个我怎么办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上帝会听伊祈祷，因为上帝帮助过恁的牧师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现在你愿意相信上帝是信实的吗？真的吗？冤枉吗？你愿意忠心死心塌地相信他掌管你的一生吗？现在勇敢拍开心门，接受咱的生命都要被改变。伊是信实的上帝，实在、今在、永在。现在少年人无咧相信永在的东西了，因为今仔日换新的物件太紧，一支手机偌久就换掉。AI 的时代，无迄个永远的。所以少年人今晚没有约定俗成，传统也无，历史也无，逐项拢无。但是咱的信仰不是安尼，咱的信仰是，咱的上帝是早伫地，今仔日伫地，将来咱离开以后伫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一句话两项信息，牧师解说互咱听。申命记第7章第9节，伊讲：恁着爱敬拜耶和华，你们要知道耶和华是上帝。现在你心来相信，这个耶和华是你真正的上帝，你的生命是他做主吗？现在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讲主我知，一切，你为我做主。所以申命记第7章第9节第一句话就是讲：你们当知道耶和华是信实的上帝。这是牧师的结论。圣经的开始是今仔日的讲道的结论。咱爱真正敬拜，这个上帝是不打折的，不是我说了算，是他说了算。第二，这个上帝安怎？以守约施慈爱。守约就是该守信用，就算做咱对上帝有辜负，咱的上帝嘛无辜负咱。所以，兄弟姊妹将这句话背起来，常常伫你的祈祷中间，你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知你是信实的上帝。我若烦恼会当解决，我就青参烦恼就好啊。我若烦恼袂当解决，我开头苦苦烦恼。家己伫遐戆戆操烦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我伫你的面前看着办，你看着办。
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对咱讲话，我若互你感动，那不是土法炼钢。甲上帝足够亲密的人，也直觉足准；甲上帝距离足远的人，千万不要用直觉，因为甲上帝离足远的人，迄个直觉拢是外在世界的直觉，不是上帝给你的圣灵的感动。一个人若甲上帝有清气的心，有正直的心，伊甲上帝有够个亲密，伊的直觉勇敢去做，因为迄就亲像上帝天龙本册来陪伴我行过迄段瓶颈。上帝无甲我讲是黄昏还是日出，但是一本册名一来到我摊开在眼前，就有迄种时刻，到底这场教会敢有将来吗？呀，这上帝是会讲话。我甲恁讲，上帝当时甲我讲啥？因为我要上任进前我是1990年上任，牧师甲陈牧师，阮是1988年就来。我伫1989年有一个训练伫美国。我去美国的时阵，后来伫美国的迄个课程中间，有人甲阮做说明。伊讲，若伫美国的东趟，就是伫大都市的内底，伊若叫做第一长老教会，即间教会拢是这个地区的第一间的教会，上有历史的教会。但是通常这种第一长老教会，拢是一个没落的教会，因为后来的亲像布鲁克林、亲像纽约，东趟的内面拢真侪新的移民，贫民区真乱，较有能力的美国人、白人，因就对东趟刷出一堆郊区，新造的城镇。是遐较贵的，贵族才买得起的，有湖区，有森林，新的。上帝互我看到讲，东趟有时会没落，美国后来的郊区变做高级住宅区，所以为了日出等待，做好准备，是对这种的感觉来的。也伫姊妹上帝会讲话，只是咱听无到，咱嘛唔知影讲，原来上帝来对咱讲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甲伊约定，上帝伊的信息超过伊的约定。咱白纸写好字，你写较济法律条文哦，永远写无完整了。人若要修改，永远找有迄个空棚，对无？人的约定。拢有迄个无完全的所在，但是上帝约定是超出迄个条款，因为伊的约定是一个字，爱，他爱我们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就今仔日个礼拜，谦卑咱家己。保罗甲伊的学生，甲伊的属灵的囝子提摩太，伊甲伊讲。人甲人虽然会有无信用，但是上帝永远是通相信的，是信实的。英语用两字，一个叫做 faithless，faith 就是 faith， 就是信，信实。这个字后边来加 ful 的 faithful 就是说无满满的信心，后边来加 less， 意思就是头前迄种无准算计啊。没有信用的人，所听你姊妹，保罗所讲的这两字，一个叫做 faithless， 一个叫做 faithful。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有当时，咱会有软弱的所在，但是咱的上帝接纳咱，伊永远是信实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有3项的约定，伫今仔日的礼拜。第一，我要鼓励兄弟姊妹一生坚持。上帝对你的应允拢是真，我相信，上帝的应允拢是真，戆戆信，真实信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伊的信心是真的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会记得
你甲上帝使用。这是牧师伫1990年，我甲牧师，阮咧讲上任事的相片。有人问我讲，牧师你敢还会记得？我就想讲，你是咧问啥？我问，如果你想要听牧师，请讲互你听。兄弟姊妹，人甲上帝讲话，岂能开玩笑吗？兄弟姊妹，你甲上帝为着你的生命所立的约，上帝要持守到万代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指着信实的上帝，咱彼此中间互相所讲的造就的话，没有一句话是似是而非。指着信实的上帝，咱彼此讲造就的话，无讲似是而非的话。这是保罗教的话，也是我一生感觉对。我爱听好的讲道，我爱听迄个真正互上帝的话讲出来的讲道。我伫恁的中间，我嘛学习，没有说似是而非的讲道篇、查经班、祷告会。伫咱的教会，无论3个人、5个人的祈祷会，3个人、5个人查经，牧师指着信实的上帝，我预备上帝的话，跟恁分享。愿上帝帮助恁，或许30年后，你会记得曾经有一句话，或许唔免30年。你当下上帝就互你足清楚的智慧甲感动。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不是干那影响咱家己。上帝互我到这个生命的末端，我知影讲，若有一个少年的传道师，伊得到我这种的鼓励，有可能一间教会会受影响甲改变。所以我相信，咱的教会无应该干那照顾咱家己的需要，咱的教会应该爱有大道，爱有慷慨的心，爱有互甲咱无关系的人，也会当听到上帝信实的话语。兄弟姊妹，帮助牧师，帮助教会。咱虽然是小教会，但是有人感觉讲，谁那这细间的教会有法度做直播？兄弟姊妹，不是我们能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做面前，咱甲上帝讲。我不要做私信的基督徒，虽然有时我买乱讲，但是主你里面的亲像曾牧师个样甲我分享讲，我袂当保证我是成功的人，但是我保证，我一定诚实做我做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只要诚实，神不虽然要求我们完美。但是圣洁比完美更重要。咱的上帝是圣洁的，所以咱就圣洁。我们一辈子都不可能完美，但是完美是从圣洁开始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知影讲，上帝所讲的话，一切都是信实的，伊的信息超过约定。我感谢上帝。互我有这个机会，伫这个所在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甲这个好消息频道最后，我甲遐毋捌的少年的世间教会的牧师甲因讲，你配得。其实我从心里面为他们祝福跟祷告。这个关于有着上帝的
小教会来做工的人，神疼爱他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兄弟姊妹，我要鼓励咱在座今仔日做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，让我尝到恩典的滋味。不是干那听，让我真的经历到我的一生一世无怨无悔。对少年甲年老，一生一世无怨无悔。主帮助咱，互咱经历到伊的同在。到年老的时候，我读这本册，这本是一本新的册，如云。伊讲让哀哭变跳舞，阿们吗？啊，这上帝就互恁拄伫艰难的中间，互恁有转化你们的情境生命，哦。上帝这能教会改变，上帝就是要改变恁的家庭，哦。都爱到今仔日的话做结论，两句话：第一，要真的认识上帝。你伫教会出去，年资深了不一定就是一定会认识上帝。要用心，要敞开心，要敞开你的眼睛，你才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。今天圣经讲，你要知道他是谁，他是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第二，伊甲你立约，伊对你讲的话无空空，伊守约，伊怜悯。阿们嘛，主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有人有份，无人例外。主这是阮同心的祈祷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信实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恭敬祈祷，愿你用信实做衫，穿伫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的心中。互你的话写伫因的心思意念的内底，坚定相信，持守到一生的落尾。主设使阮有失信，求你怜悯赦免阮，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。阮伫你的面前恭敬来敬拜你。阮要对你讲，一生一世，除了你以外，阮无别的上帝。愿你施恩赐福。互每一个今仔日有份同心做伙做礼拜，所有的你的囝儿查某囝，拢称你做信实的上帝，领受你的恩典，同心祈祷，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